我有一个最有名的爸爸叫做贺玉航啊，不是贺军翔哦。差遮济。啊，结果后来前几年呢，拄到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新闻，就是阮的 COVID-19。哦，迄时阵无通过啦，阮无输的因某有开一间煮迄鸡排的店，伊就问我讲，是啊，你敢有想要去做工？哦，就是拍摊安尼，我讲好啊好啊，我试看卖。一开始想讲啊，做外场嘛，因为我我个性较活泼。老婆是不是要卡？头时间到，10分钟啊，10分钟，真吗？嘿，你无看拢零啊吗？是哦。嘿，啊，我位头到尾拢无笑呢。啊，因为我想讲是。歹势，我头一摆来，我俩做讲，恁这节目是咧讲自传吼。有过关无？安尼，我考选手他评审请给灯，哎呦，够一个鱼壳啊嘞！对对有啦有啦对，这是安慰奖。啊，这搁较安怎讲无？因后边来甲我吐网，我嘛废气啦。对啊。嘿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互过偌紧啦，互过偌紧啦。你就惊这就对。哎，老想听到这里。那你爸爸冇来呢？啊，有来哦。这是你无看的。六。啊，朱大哥嘛有来。大家都有来哦。高大哥嘛来啊。哎呦，请问一下，多谢这是恁爸爸。哎，莫安尼哦，这袂使问伊，爱问因母啊。哎呀。